来乡亲啊，咱就煞来看这件事故的关键人物，就是包厢负责人，嘛是工程车的驾驶李义祥。伊讲当时伊是一个人到现场去巡工地，但是这个真相敢若毋是安尼哦。咱华视的记者有来翕到李义祥惨难伫受灾的乘客当中，另外嘛有人拄啊好翕到相片，发现当时包括李义祥在内，至少有7个人伫现场来看这个事故发生的状况。这个相片一传出来，李义祥讲，敢若伊一个人伫巡工地白贼来出破。到底当工是毋是违法伫休困的期间来施工？啊，这个事故发生的时阵，这个人为虾米拢无通报？颠倒是走到无看影咧？事实的真相到底是啥？这拢爱国家这个检察官甲因这个人找来，一项一项讲互清楚。有民众翕到台北国号发生败马代志了，第一时间伫路边有徛2个人，穿蓝色的衫，这个就是调出工程车驾驶李义祥，伊甲另外一个工人做伙徛伫这个路边顶，看这个败马火车无过偌久尔，伊就敢若驶另外一个工程车离开现场。还有另外一张是路边顶有徛5个人，大家拢在看下骹发生败马事故，不过完全无人落去斗相共。也有媒体伫现场伫翕的时，嘛有翕到李义祥离开现场的身影。这画面足以推翻李义祥伫头一摆做笔录的时，表示讲，迄一天是一个人到现场去巡视工地。不过，因为这画面的出现，甲算算上少有7个人伫工地，敢是伫偷偷啊动工，也是有其他原因？工程车是安怎落去路边骹造成这个事故？可能要等检方一日将这相片内面的人拢找来问。安尼，才有度了解讲，到底代志是安怎发生的。